亲爱的绿帽们，老子要去高考了，同意我作弊的嗨起来吧！预祝我高考成功的请举手。走了，回家吃饭去了。走。兄弟们，请冷静一点，听我说完。我知道高中时把你们的妞都泡了，你们心里不爽。若说论相貌没有你们帅，论海拔天塌了由你们来顶着，但这不能怪我。古话说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，难道你们一群人要和我一头猪过不去吗？哥哥这样说就是瞧不起我们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在乎当初那一夜吗？别说一两天了，就是让哥哥同居上一两年，我们都毫无怨言，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嘛。还是小五兄弟够哥们儿，够豁达，以后我们三个一起好好过。大哥，算上我一个吧，如今这世道我也看穿了，一对新夫妻两件旧东西，只要能将就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大哥，如今我也想通了，不就是一顶绿帽子吗？就让我的绿帽子更加鲜亮一些吧。大哥，绿帽恒久远，一顶永流传，铭记大哥为我播下了一粒种。大哥，今天我是我，明天谁是谁？兄弟们如此待我，我却为何有悔恨之泪？难道我宋某真的做错了什么？各位绿帽们，做好一系列作弊手段，争取让哥哥高考成功。诸位兄弟，我要感谢你们的宽宏大量，更要感谢朝廷通融我肆无忌惮的放纵。什么话都不要说了，都在酒里了。干！兄弟，快抬回屋去吧，兄弟！和你什么仇什么怨？兄弟，哥不是故意的，哥对不住你呀！兄弟们，我有句心里话，昨晚想了一夜，作为前辈的我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我宋某耍妹子无数，我对不起他们，更对不起你们。考试前我愿裸体上阵，弯刀自宫，你们都不要拦我。大哥，切莫动手，你的诚心我们都看到了。再说裸体上考场容易挨揍啊，我们丢不起这人。这兄弟们，还宋大哥！一年一度的高考又来了，不知你的学生送了多少银两给你啊？一分也没收到。如今朝廷大老虎如此严谨，到时可别把你这只大苍蝇也一同打死哦。奉劝高考官还是小心点为妙啊！哎，你呀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没关系，只要我们强强联手，我决定把银两分你一半，如何呀？啊？那我要多谢高考官喽。只不过我那点工资还够用，人别太贪，小心我用钢镚砸死你！你，请各位考官进入考场。高考官，请吧，请。走了，走。哎，走。写好了，这就是今年的考题答卷。快，火速传给宋江大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大哥，快，赶紧抄吧。
这次宋贤弟有个小抄，必然考过。曹大哥，曹大哥，这么快就有好消息了？大事不妙，这次高考恐怕难以取胜了。怎么？都怪我一时心急，拿的是去年的试卷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唉，这一切都是定数呀！快叫人把戴宗追回！且慢，那戴宗人称火箭炮，恐怕早已到了考场，如何追回呀？这可怎么办啊？他奶奶的，走后门啊！托关系走后门？我看只有这个办法了。大人，这次考生考得怎么样？啊？今年的作文考题和去年一样嘛，写一篇有关鸭子的文章。这位考生就写得很好嘛，我念给你听听。呀呀呀，嘴里乱呱呱，左手拿试卷，右手瞎比划。哎，想骂我，能否借小人一看？好，就让你瞧瞧。哎，大人，有作弊嫌疑啊！哦，哎呀，我说你能不能别疑神疑鬼的？哼，这篇文章明明抄袭的是骆宾王的《咏鹅》呀，抄袭算不上，仅仅只是借鉴了一下而已，有何为奇呀？今年的试卷考题小人看过，并没有有关鸭子的文章呀。哦。立即关押。高考官，能否祝我小弟宋江高考成功啊？祝宋江？哼，他可是在考场上作弊呀，就看你能使多少银子了。不就是银子吗？出金子总可以了吧？好说，一切都好说。欢迎高考状元！宋江接旨：高考中，宋江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在无任何作弊、无任何走后门的情况下，成为全国高考状元。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。高俅因贪污受贿，押赴大牢候审；宋江考卷作废，3年不得入考场。钦此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。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。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